我是维吾尔人运动得到了国际关注。就当国际社会仍在激烈讨论维吾尔音乐家赫伊提的复活影片之际，海外维吾尔人权运动者周一在推特上发起了名为"我也是维吾尔人"的运动。目前已有许多维吾尔人在网络上响应，通过拍照或影片来呼吁中国政府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否安好。这场运动不仅引起了许多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得到了许多尊重人权、珍惜生命的外国人的支持。世委会主席在访问美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空艾莎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晤。他与世委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迈尔·卡纳提和维吾尔人权项目主席律师诺尔·图克利的陪同下，他于12日至14日先后访问了美国外交部和白宫，并出席了一系列会议，会见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国会议员和宗教事务专员等。此外，他们还访问了华盛顿邮报总部。2月13日的社论引用了多利坤先生的采访。好党向议会提交提案，土耳其好党安喀拉议员哈利利·伊布拉因·欧拉就维吾尔音乐家阿布杜热伊木·艾伊提的下场，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交了提案。中国官方媒体近日公布一段视频，证明此前外界报道在中国集中营被指已死的维吾尔音乐家艾伊提还在世。提案质疑土耳其外交部是否对艾伊提已死的消息进行进一步巡查。前特工被指向伊朗出卖机密，一名美国前反间谍活动特工被起诉向伊朗出卖国家秘密。美国官员谴责他的行为是对国家安全、军队和美国人民的背叛。美国司法部周三起诉美国空军前情报人员莫妮卡·维特，称其阴谋将国防情报提供给伊朗政府代表。美国司法部说，他向伊朗官员提供美国机密文件，调研美国情报人员信息，建立伊朗所去的目标包。莫罗国自治区公投结果宣布，菲律宾选举委员会今天下午宣布，6日在北兰老省和北科他巴托省多座城区举办的第2阶段莫罗国自治区公投已完成开票程序。北科他巴托省有63座村庄的公民赞成加入莫罗国自治区，这63座村庄各自所属的城镇也在公投中同意让这些村庄脱离。